台三辈，王树然经历。台三辈系一座普通高嘅山，不过上架当灯，所以就上架都在，下架都在嘅法體。逐動入人藝術家李正昌先生，入人講古，外家係更重要咯，也愛老成人，同時每人在添10萬，細阿哥佢斯文有實物，佢乖哦，佢錫婦人家，好兩句話，散到佢家到台三輩。慘嘞！上架切頭都在，下架食苦白開，食飯小緊包煮菜。好天氣放草，落水天不下盡力敲草，煮破暖水，所以看出界上色。所以講要冇嘢唔好搞到台山都台三輩。經營天上，後面人搞到好家庭，漫畫藝術家有興趣阿妹，台新鋪講接上到每鋪，佢都不但搞到好家庭，唔但請老公錫，家娘未錫，家乾更加錫，窮苦更重要，日夜打拼，身法便自然更有錢。子女未睇累，街路賣幸福，辦出都幸福，陪葬。第四窗呢做生意，見到已經有錢，頭家娘頭家娘，人生甘去一搭橋，唔甘去無下手，總係3萬，帶來就窮樣啦。